元宵节啦，是年节的秀美咯。除了啊，就得看到平常时冇共样的班啊，还有一种班呢，做得啦，贴到像太阳按过的风板啊，乜个风板，你也是风板啊。尤其啊，元宵节开始啊，是一年哦开始的班呢。尤其啊，元宵节开始啊，不卡有人共来哟。答谢安尼新面啊，所以大妈班的圣诞班哦，圣诞班健身答谢安尼新面，韩国打动到圣诞班本安领啥好朋友共下来分享哦。我哋讲啊，客家人啊，5月节包的粽啊，非常的好食啦，嘅口味啊，当到粽哦，最好啊，叫款咸的，还有甜的，又太汁又细粒哦，佢咪就係冷的，咪就係燒的。哦，各種嘅班啊，冇共用，尤其5月節嘅班粽，哦，係是非常嘅有特色，非常嘅好食哦。到了半夜班啊，有點冷吼，該要烏是抬出嚟啊，烏抬出嚟就麻煩咧，做烏班咯。哦，客家嘅烏班啊，是非常嘅好食啊，大部分是用烏哦，尤其啊，冷天到咧啊，爸爸媽媽吼身體啊，咪希望到到位咁樣。澱粉啊，食到都有班吼，還少嫩哦。除了就在做安尼烏班，還有啊黃埔班咪當好食咯。所以講去到客家粽啊，因為看到安尼烏班，然後安尼番薯班啊，當接看到是當好食咯。我哋講啊，客家人啊，當重視安尼重陽節啦，重陽節啦，愛做乜嘅呢？強陽愛打扮，愛打麻班呢？咱講。九千班有食過冇？九千班啊，對客家粽係非常的好食啦。你是冷嘅啊，嘅冷冷冰冰啊，哦，非常的好食啦。佢表示講，誒啦，像九千班熱情啦，對誒呢徐太人呢尊敬哦。所以講去到客家粽，你一定要試看看誒呢九千班咯。到了冬至啊，客家人食嚟就冇窮樣了。我哋講吼，誒呢食煙，成日辦煙啊。哦，我當好是辦煙啊，cái辦煙做起來啊，然後全家人共下來食，cái食一碗燒暖的辦煙啊，規個心、規個身體啊，是可以去燒暖哦。試看看客家辦煙吧，去到客家粽的時節啦，山西會拄到大蕉，也係當到人的發痛啊，一定會食到一種東西是種糍粑。像那糍粑呢，一攤哦，因為看cái手把梅啊，一攤，你就用筷去煎，換嗰種飯，唔係換嗰種嘅鐵條粉啊，哦，非常嘅好食啦。嗰一天嚟去到客家粽啊，當然嘅時節，一樣會有種糍粑，僅僅糍粑吼，都不看哦，很難做啦，有限哦，去到客家粽愛搶你食嘅糍粑，非常嘅好食咯。客家人打扮啊，唔想嘅很簡單啊。cái 老人家吼，是睇人會教你冇窮嘅做法啦，來做各種嘅米做出來辦是冇窮樣。cái 老人家會特別咱教大講，哦，你要米要浸一球，要用麥米，要用糯米，也愛醬，要愛一球，要用一刀，韓國米醬，要用斑馬，也係講要用麥芥，哦，分量要一刀，哦，個記起來呀，非常嘅多，你就要照時睇人。教你用班來做哦，樣有辦法做出來啊！當好食，當向韓國屬於一家屋卡冇窮樣班。為了做冇窮樣嘅特色嘅班啊，客家人會選擇冇窮樣嘅米，山西會用一種嘅米，山西會用兩種嘅米。哦，冇窮嘅米做出來嘅班是完全冇窮樣。客家人啊，當厲害，佢會用冇窮嘅米做出來。成木也好，口感也好，春前味道都當好食咯。客家人啊，打扮啊，要分當多種。糯米是普通啊，大家看得到的。糯米要分兩種，一種係蔥糯米啊，蔥糯米大部分是包粽的，因為佢 Q。醃糯米是為打扮啊，普通時間啊，你像我看到嘅係糍粑啦，有糍粑啦、拌煙啦，哦，又係講拌粽，大部分會用。醃糯米啊，佢很黏，普通糯米是冇辦法啦。本屋卡是三寸用盤來食咯，普通是愛打扮
来运用，所以讲糯米的价钱啊会下高，佢打扮啊咪会好食咯。菜内面啊，普通人看到啊，是佢下葱，佢随便下带，你要做菜头板啊，做乜板佢下爽，冇办法啦。佢一定来落安尼糯米夹强下，佢会下黏，你做出来板啊，也会好食。平常先看到的係安尼板條啦、水板啊、菜頭板啊，佢做好啊，下黏切下來，而係來煎啊，會下香，會好食咯。蓬萊米啊，是按平常時的食盤的米啊，可是食盤的米啊，來做板呢，冇按好做，韓國冇按好食，佢普通會夾到乜呢？夾到糯米啦，你像平常時看到安尼發板啦，韓國安尼風板啦，你睇蓬萊米啊。大部分係食的米，板嘅做法啦，係少啲哦。傳統嘅大板啊，一定係用黐嘅米啊來做，這樣做得咯。除了用安尼較早嘅做法啦來做，你下現在未當到，未做要用糯河嘅粉啊。那為買到呢？買倉，韓國市場春前買到安尼糯米粉，用糯米粉啊、菜內米粉啊、蓬萊米粉啊。你直接用水來挑啊，來做板啊，下來簡單咯。透過啊，按導演的比賽經驗啊，將安尼板的料理啊，做得改變，下細粒啲喎，比如講安尼聖誕板啊，做細細粒啊，菜包一盒的啊，韓國安尼，乜嘅呢？糍粑，韓國種啊板煎，冇做傳統按大粒啊，客家人也會好，也會去食客家的板，樣人也做得穿心下去。